Hello，我係馬頭仔，呢度咧同大家講翻個 D41嘅第6版啦。嗱，呢一度咧就會關於體積嘅基本認識啦。嗱，都係嗰一句啊，我每一次去講卷嘅時候咧，重點就唔係淨係在於改翻啱啲答案，而係咧你要知道你係錯緊關於啲乜嘢嘅嘢。係啦，咁我去教嘅時候咧，其實我會話埋俾你聽嘅。其實嗰類題目係屬於咩嚟嘅咧？你大概要知道，你要溫翻數據，你要記得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先嚟啦，第一條咯噃。呢一度咧，其實想考你嘅咧係你對於嗰個體積單位嘅認識。我哋溫一次書先。嗱，體積單位咧，我哋會有兩大單位嘅，一個叫做 cm cube， 一個叫做 m cube。中文立方厘米，立方米。好啦。cm cube 咧，我哋可以記一個例子，我哋係骰仔啦。嗱，咁當然我要講明先嘅嚇，實際一粒骰仔咧就唔止1 cm cube 嘅，應該可能大概係4 cm cube 咁上下。不過為咗方便你記啦，咁我當係1，好嘛？嗱，然後 m cube 嘅話咧，你幫我記啦，洗衣機咯，好嘛？一部嘅洗衣機嚇，咁你要大概記咗個例子喺個腦嗰度先。好啦，然後睇題目嘅時候咧，嗱，唔該習慣同我睇埋啦，學校會陰㗎嚇，你真係睇清楚，人哋問緊嘅係體積啊，睇清楚，睇清楚，睇清楚。好啦，咁然後咧我哋揀翻啱嘅單位啦，先嚟諗下書櫃，我哋會用 cm cube 定係 m cube 啊？嗱，兩個諗法，第一，你覺得書櫃似骰仔定係似洗衣機多啲？應該洗衣機合理啲係咪？又或者咧咁諗，喂，書櫃嘅 B 係用 cm 定 m 嚟度嘅？正常嚟講應該係用M 嚟度噶嘛，所以咧我會出到 M cube 嘅，所以 A、B 兩個單位可以唔考慮咯。OK， 咁剩翻 C、D 嘅時候，我哋咪揀翻最適當嘅咯。咁你諗下，喂，書櫃係0.8部洗衣機啊，定係8部洗衣機？應該冇8部咁多係咪？咁答案咪會係 C for cat 咯。嗱，再嚟啦，去到第6條咧，其實都係考緊你一個概念咯。不過呢度咧，今次做陰濕啦。佢問緊港鐵規定係你最長嘅一邊啊 ，OK， 一條邊嚟㗎，你唔好俾體積單位我啦 ，OK， 咁你諗下一件行李最長可以係幾多咧？咁應該最多接就係170 cm 咯 ，OK， 呢度個單位咧就會揀翻 cm。好啦，然後我哋去到個第11條啦，呢一度咧亦都係考緊你個單位嘅概念咯噃。呢度咧就係你要熟翻個轉單位啦。嗱 ，m cube 同 cm cube 記翻有咩關係先？1m 就等於100 cm。嗱，記住呢度係兩個零嚟嘅。咁如果去到 M3 嘅時候咧，即係呢件事，我會重複、再重複3次，所以 total 咧會係100萬先。好啦，咁 M3 係大啲嘅，我哋會做乘，我哋會乘100萬，即係褪6次。褪嘅時候咧，你同我畫翻好嗰啲波浪啦。我哋係咁樣畫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每一個彎位上面咧，俾翻個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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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咁所以最終答案咧，應該就會係4萬啦，呢一條嘅答案。OK， 4萬咯噃。好啦，然後啦，嗱，以上就係關於體積基本單位嘅認識啦。好，再嚟第二種咧，就係關於數粒粒嘅題目啦。嗱，數粒粒教過㗎啦，逢親去數粒粒嘅時候咧，分翻1、2、3樓去數啦。OK， 1樓、2樓、3樓咁樣咯。好，1樓高嘅，我哋會有呢兩棟啫，所以呢度為1乘2啦。2樓高嘅會有呢兩棟啦，2乘2啦。3樓高會有呢兩棟啦，3乘2啦。咁我哋計數咯，呢度6粒，呢度4粒，呢度2粒，夾埋咧應該就係12，所以答案咧會知道係12粒咯噃。呢條簡單少少啦，係咪？去到第7條啦，望咯噃。今次佢話右圖由2 cm cube 嘅方塊組成，問你成個體積。嗱，今次會難少少啦。其實正常嚟講咧，去數呢啲粒粒嘅題目咧，你要同我做翻好個動作嘅，你要寫翻乜嘢乘乜嘢俾我。乜嘢乘乜嘢啊？前面呢個要係代表1粒嘅體積，後邊嗰個要係代表多少粒？你要幫我填翻好呢啲數字先。如果唔係，好容易出事啊。OK， 你見到1粒嘅體積係2，咁我咪寫到2咯。然後再嚟，你先乘翻有幾多粒？好啦，所以2乘啦。好嚟啦，咁有幾多粒啊？又係1樓、2樓咁樣數咯。1樓有3粒，2樓有1棟，咁所以呢度夾埋咧應該係5粒，所以係2乘5，答案會係10 cm cube。咁所以一定要記得寫翻係乜嘢乘乜嘢。好，去到第12條咧，亦都係咁做啦，又係寫翻乜嘢乘乜嘢先，又係1粒嘅體積乘翻有幾多粒啦。好，1粒嘅體積，今次講緊邊長係4，成個體積就係4乘4乘4，得唔得？再嚟數翻幾多粒，又係分三層數咯。好，1樓高、2樓高、3樓高。1樓高有3粒，咁啊1乘3。2樓高有2棟，咁啊2乘2。3樓高有1棟，3乘1。所以呢個3，呢個4，呢個3，夾埋咧應該係10。好，咁所以最終答案咧就會係640 cm cube 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記住啊，記咗口訣佢，逢親數方法嘅題目係1粒嘅體積乘翻幾多粒。
好啦，去完數方法嘅題目之後咧，去到第3種啦，就係長方體嘅體積啦噃。溫詞說長方體體積公式叫做長乘闊乘高，有圖嘅話咧，你可以記橫乘直乘斜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所以我哋為12.5乘8再乘7咁樣去做啫。答案直接送俾你，我哋為700 cm³啦噃。好，再嚟啦，去到第8條啦。嗱，咁當然學校唔會咁簡單啦，佢唔會直接俾晒長闊高你嘅，咁你就要去嘗試去揾咗出嚟先咯噃。長就係18啦，闊佢冇講嘅，記住俾字句做翻圈架子，間低比圈低長指翻前面，長係長啲，闊係短啲，所以闊咧18減3，高亦都冇講，佢就話啦，闊係高嘅3倍。嗱，小心啊，唔好諗住見到個倍字就一定係乘啊。記住，逢親見到的倍咧，幫我做一樣嘢叫做的前視主角。如果題目冇講嘅話咧，會變咗做除㗎，會變咗相反嘅。OK， 所以個高咧係15除3。OK， 咁你揾齊晒嘅時候咧，你先去寫翻一條嘅式，將佢哋乘埋佢得唔得？咁所以成個答案咧會係1350 cm³，乘埋佢嘅啫。好啦，再嚟去到第13條啦噃，都係玩緊長方體體積公式啦。照舊同以往一樣，我除咗學體積公式之外咧，佢會倒翻轉問你嗰啲邊點揾嘅。今日長乘闊乘高會係體積，如果揾個闊嘅時候咧，我哋將個體積除翻開兩嚿嘢，得唔得？總之逢親體積去揾長闊或者高，除另外兩嚿就係剩低嗰嚿。所以而家我要做嘅咧，就係將10/3除翻1/2，除翻5/4，就會揾到個闊啦。計出嚟個答案咧，應該會係3/4米。OK， 嗱咁啊，長方體體積同你玩完啦，再嚟我哋跳去正方體體積。好，第4條先好噃。嗱，特別提多個音室位啊，記住喺體積入面咧，學校好中意音嗰個係叫做單位，圈低立方米。咩叫立方米啊？英文叫 M3。M3 呢個單位咧，一定係透過 M 乘 M 乘 M 去走出嚟噶。咁所以呢度要出現嘅數字咧，應該要係 M 先得。700厘米轉翻咧會係7米，所以我哋會係計7乘7乘7，答案會係343 m³ 先至啱㗎嚇。好啦，去到第9條啦。大正方體由8個邊長2 cm 嘅正方體組成，問你個大正方體嘅體積，其實呢個咪即係數粒粒嘅題目咯。不過我冇圖俾你啫嘛，咁你咪照做咯，你咪揾咗1粒乘翻8咪得咯。咁1粒體積點計啊？咪2乘2乘2咯。咁8粒喎，咪再乘8咯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其實都係嗰個數粒粒嘅概念嚟嘅啫咩？64 cm 咋。好，繼續去到14條啦。照舊都係嗰句啦。除咗順住去問，佢會倒翻轉問嘅。咁今次點樣揾邊長咧？嗱，記住正方體體積揾邊長咧，就冇乜特別辦法噶啦，靠背靠試嘅啫。OK， 一係背，一係試，你就由1乘1乘1開始先，1乘1乘1。1唔啱啦，2乘2乘2係8唔啱，3乘3乘3 27唔啱，4乘4乘4 64都唔啱，5乘5乘5你見到5乘5乘5咧真係125，咁所以個邊長咧就會係5咯。嗱，咁以上就關於正方體嘅體積啦。好，最後玩多一條式，呢條式咧叫做底面積乘高。但係記住體積咧其實有第3條式嘅，我哋叫做底面積乘高。我唔一定係長乘闊乘高，或者唔一定係邊乘邊乘邊，逢親柱體，即係長方體又得，正方體又得，都可以行緊底面積乘高呢一條式。好，第5條啦，我要計右圖嘅體積，先嚟呢一個咧叫做底面積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底面積乘高呢個咪高咯，咁156乘3咪得咯。咁你話我唔明喎，OK 唔緊要，有圖噶嘛。記住逢親我哋橫乘直乘斜就揾到噶啦嘛。而家呢個156點計出嚟噶？應該係透過打橫乘打直計出嚟噶嘛，對不對？咁我咪有咗橫直咯，我爭個斜啫嘛，斜咪3咯，所以我透過156乘3就會揾到個答案啦。咁你話嗰個13咧，13冇用㗎，點解啊？因為156已經包埋咗打橫呢條啦。OK，咁所以我唔需要兩個嘅打橫嘅，得唔得？咁所以156乘3揾到答案啦，就會係468 cm3。繼續第10條都係玩緊底面積乘高呢個概念，我哋揾咗一個底去做面積先。OK， 譬如我揾呢一個做底咯，咁呢度咪會係3咯，呢個咪2咯。咁爭個高啫，你應該想象到呢一度咧係會折起嘅，咁即係呢個係個高，有底面積乘翻個高就揾到答案咯。OK， 咁所以呢度會係3乘2乘翻1，答案會係6 cm³。好，再去到15條啦，依然玩緊底面積乘高呢個概念。好，題目點講啊？本身我設咗160，好啦。
我哋乜都唔好睇，我淨係睇呢嚿嘢先。呢一嚿嘅體積係160，點計出嚟㗎？應該係橫乘直乘斜計出嚟㗎嘛。呢一個就係呢一個立體嘅底面積，可以咁樣去諗。好啦，底面積乘高會係等於體積，咁我除翻開就會係個底面積咯。所以呢一塊咧會係160除8等於20 cm square 先。好啦，然後你可以想像嘅，我將呢嚿嘢打直佢啊，即係我將佢打直企起。而家呢一塊係20 cm square 咩？嗱，你要理解多次點解底面積乘高會揾到個體積咧？上堂我有講嘅，其實你將好多張相同嘅字咧搭上去啊嘛。本身呢個係一個平面嚟嘅，佢唔會有體積嘅。但係如果我將好多張相同嘅字搭起去嘅時候咧，咁佢咪有高度咯？我搭得越高，個體積咪越大咯。OK， 咁而家我個底面積係20啊。呢一度咧，我總共搭咗22 cm 咁高，係咪？所以我將20乘翻22嘅時候，我咪會計到成嚿嘢嘅體積咯，得唔得？就係咁樣啫。20乘翻22啊，所以呢條式 OK， 我哋就係咁樣做啦。20乘22，答案咧會係440咯。呢一度得唔得？大致上咧就會係咁啦。嗱，咁所以呢度咧其實溫咗幾個重點㗎。第一就係個體積嘅概念啦，數粒粒嘅題目啦，正方體、長方體、柱體公式都同你溫咗一轉㗎啦，你就幫我記翻熟佢咯。